由長江市轉入朝日呢條村咧，咁前面就有一間白色嘅廠房，門口咧就寫住朝日酒造。同我之前酒造見學大部分都係黑瓦白牆嘅老莊咧，其實朝日酒造咧好明顯睇到係一間比較大型酒造、有規模嘅酒造嘅建築嚟嘅。見學咧，首先要過馬路，喺對面嘅酒樂之里報名，一日4場，每場20分鐘。我都話咗一聲，入到嚟就係個見學嗰個位嘅。咁啊，我都未知自己去邊啊，我都要問翻個老師。咁見學嘅路線咧，首先就係喺門口集合啦，跟住咧就會有一位負責人咧就會帶隊嘅。咁啊，先我哋就要喺長廊嘅一邊咧就掛住一個深藍色嘅年表，叫做朝日酒造之步行。咁帶見學嘅人咧就會先講解朝日酒造嘅歷史嘅。Anyway, so 1920s, the company. 咁1920年公司成立嘅時候咧，都係用村名用做啦。咁當時嘅銘柄咧就叫朝日山。咁呢塊朝日酒造之步行咧，係將朝日酒造由明治期、戰時期、復興期一路排到品質第一期。咁每一段時期咧都配上當年嘅相片同埋廣告。但係真正令到呢間村中酒造變成全日本都認得嘅名咧，就係1985年。走廊尾咧就有一塊手繪嘅昔日酒造說明版，咁就畫出咗洗米、蒸米、谷、丸、上槽嘅動作啦。咁旁邊咧亦都有一個玻璃盒嘅，佢就排開咗8格唔同嘅酒米，咁就俾大家睇咧唔同嘅酒米咧，佢點樣由一個冇磨嘅原米啦，去到磨到得返6成、得返5成，同埋得返3成3係咩模樣嘅。咁喺牆嘅另一邊咧就係玻璃啦，玻璃入邊咧就係瓶傑生產線。嗱，其實朝日酒造呢個酒造見學咧，佢係冇帶大家入去個莊入邊嘅，主要咧都係講下個歷史啦。咁可以望到咧，都係只係呢個即係呢個瓶傑嘅部分嚟嘅啫。好啦，咁見學完之後咧，就過翻對面嘅酒樂之里啦。咁佢都會擺翻啲當季嘅酒出嚟嘅。咁我去嗰陣時咧，就當季係德月嘅純米大吟釀啦。咁佢最出名咧就係個精米步合磨到28%。咁亦都有久保田雪峰，就係同戶外品牌 Snow Peak 合作嘅期間限定。咁啊，我試飲角落咧就擺咗一支久保田千壽秋阿加呢嘅吟釀原酒，咁啊酒精度就19度。離開咗工場之後咧，我就行向松乃閣嗰邊啦。咁呢度咧係創業者平井宇之助嘅舊屋，咁佢名咧係取自風吹過松樹嘅聲音。間屋咧係建於昭和初期，咁亦喺1934年咧就加建咗應接室同埋寢室棟。咁2018年咧就升格為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產。咁因為去嗰陣時係11月啦，望到好靚嘅紅葉。咁啊，所以我覺得朝日酒造咧，佢對我印象最深刻咧，就唔係個酒造見學，反而咧係一間即係定為國家文化財產嘅好靚嘅日本舊式平房啦。